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接续，咱来吟圣诗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上主做我至好牧者，我无欠缺一件。青翠草坡，互我徛起，带到安静水边。咱起立来吟全首。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请信上的全能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17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彼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3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他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你啊，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信士，我是信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的第55篇，我来启，恁来译。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啥物，要啉啥物，得操烦。也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啥物，得操烦。性命欠毋是比食物较重要，身躯兼毋是比医福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植，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伫仓库，
恁的天父嘛咧甲因有赐，恁欠无比因较贵重。恁嫌有人受讲，操完话通互家己的性命加活一丝仔久。恁哪着因为要穿什么操还？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咧大长，因无落苦，嘛无芳质。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都不比这的花的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日得活，明仔载互人迄伫花路。上帝都安尼甲因糟蹋，伊欠袂搁较甲恁糟蹋，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啥物，还是阮要啉什物，要穿什物？遮个拢是外邦人的追求的。恁的天父知，这的拢是恁所需要。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这的物件就会拢煞拢互你。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伫操烦，明仔载的代志，明仔载才操烦。坐声，一日的艰苦，一日长。请坐。咱三个来祈祷。耶和华，天是你的，地是你的，海也是你的。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是你创造的；人也是你创造的。独独你将智慧、稳定、才调甲拯救赏赐互阮，阮嘛伫遮感谢阿乐你，也是你赏赐互阮智慧、自由甲思想。伫你的面前，阮爱认错悔改，阮无遵趁你的旨意，常常照家己的意思来行。主，你的教示永远踮伫阮的生命中。阮伫生活中常常出问题，拄着麻烦，是因为阮照阮的意思来行，因为生活中甲世俗事拢袂记你向你来祈祷。主，阮向你来认错悔改，无照你的方向来行，伫黑暗中绊倒，伫撒旦魔鬼的罗网中来行袂出来，伫死亡灭无的头前，才来想着你。主，阮伫遮向你来祈祷，向你来认错悔改，求你用你的面来接纳阮的罪过。主，求你搁再一摆用你的双手引带阮，行伫你的路上，阮找的会当拄着，求的会当得着。阮拍门的时，你替阮开门。阮嘛常常按你的话语来做头前的顶，用祈祷来求着你的稳定、你的祝福，用喜乐来充满阮的生命、阮的生活，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尊名。报告教会消息。本主日是世界展望会主日，该会派刘义珍组长、小鲁云专员前来主堂甲油厂建中分享安保团爱行动，敬请兄姐踊跃奉献甲代祷。第二小点小会公告，第一小点是本会定伫2月8号主日上午9点举行2026年的定期好会。未交事工报告的单位，请速速将资料交到办公室来编好会手册。第二小点，2026年的定期好会的在职会员，佮无在职的会员名单公布伫公告栏，敬请来看。若有漏去也是错误的，敬请来甲办公室来讲。第三点，
本会定伫2月8號主日下晡5點舉行受訪者勉勵餐會，地點是林芳公餐廳。請大家坐穩吼，伫中央公園遐落車。凹子底，歹势，凹子底站落车吼，较方便吼，因为停车无方便。第4小点，成立聘募小组，咱车派刘明清、施宝玲、于海平、方立中、黄家斌5个长老来负责聘募的事工，敬请大岛。第3点，本会定伫1月31號拜六，就是後禮拜六下晡6點，伫敬拜中心舉行一個新人的路德記音樂電影欣賞會，是韓國的崔赫牧師吼，伊用心來製作的影片吼，機會吼足難得，歡迎兄弟吼來做伙來欣賞。第4小點，下主日2月1號是萬軍宣教主日，敬請兄弟備辦心來奉獻甲大島。第5點，下周的主日2月1號下晡3點半，伫1樓的副堂召開2月份中職會，敬請全體中職出席，同工甲機構首長來列席。第2點，具體消息，影視組甲音控組本主日中晝12點伫3樓會議室召開2026年的第一季會議，請相關的同工來出席參加。第二點，合作社員大會是本主日下晡2點半，伫主堂召開，對1點20到2點50，伫副堂遐報道，超過時間無分無彩券甲出席券，敬請社員早口罩甲囡仔到副堂來報道。甲第3點，真愛鄰關懷協會是每禮拜拜2甲拜4，上午8點半到11點20，幸福學堂來應徵志工，歡迎有興趣的兄弟做伙來服務可愛阿公阿嬷。因報名請郭慧金專員來報名。第4小點，松尼牧區甲松尼獻歌隊甲真愛鄰關懷協會定伫3月9號拜一舉行春天賞花賞花趣一日遊，地點是台南烏樹林糖廠後壁國際南店北河的木棉花道，費用是1399塊。會當補助請松尼獻歌隊的副隊長賴美淑副隊長來繳費報名參加。第3，教界消息，咱請陳牧師。好，咱高雄中教育部的即個讀經運動抄寫聖經吼，佇後一個主日進前，若要參加就愛甲幹事報名，過年前領告紙吼。以上報告，咱要大先來放一個。頭拄有報告吼，一個新人，即個電影《路德記》吼，我相信《路德記》大家足熟的一個足趣味的一個傳記吼。伊聖經內底後禮拜佇咱的敬拜中心要放即個電影，即電影是佇台灣拍，攏外國人拍，看袂出講佇台灣，你知影台灣嘛有遮水的所在吼，請大家來觀賞吼。這是電影伊是愛錢哦，咱是。請人來放，所以大家總要來看嘛。My daughters, go back to your mother's home. Why would you come with me? Mama, you can't be thinking what I'm thinking.
Servant, we're... Mother! What's your reason for seeing me at such busy times? Develop over tim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rael and the Gentile community, if you will, the church, are now one. 好，落地是外邦人，继续看属犹太人，讲做一个新人，吼，讲做代笔的祖先，吼，这个故事真趣味，吼。好，咱接着咱来共读上帝话语伫使徒行传第2章46节到47节。我来共读，恁来看吼。第46节，日日当心专务伫殿内，也伫邻家擘饼，用欢喜诚实的心来食，阿拉上帝也得到众百姓欢喜，因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互因。以上分享，咱请世界灯梦会的老组长来分享。那这泡泡的方言哈，咱的李经师长。今日真欢喜会当来到油昌教会，嘛是真感谢，就是陈牧师，互咱有即个机会当来分享，就是红包团爱。好，后一页会当知影讲，世界灯梦会的成立，就是因为伫美国的宣教师，伫1950年的时阵，伊看到伫汉镇即个所在，足侪囡仔一抓伫家就是无即个人会当来照顾，所以呢，伊就是第一个帮助的囡仔，就是伫韩国即个金应村即个囡仔，伊就是互即个家庭25块的美金，伊搁转去美国，去足侪教会去遐要来募款来帮助世界中需要遮个孤儿甲遮个寡妇安尼，所以即个金应村即个囡仔呢，伊后来大汉啊。伊怎变成一个真高的一个小儿科的医生安尼，伊三妹妹嘛是真做老师安尼，所以就是伊第一个资助的囡仔，就是真有成就。伫1964年的时阵呢，伊嘛来到台湾，伊嘛伫遐帮助普里的即个基督教的病院，甲有想讲6句的即个即个孤儿院安尼。迄阵伫世界中有就是伫台湾遮就开始有即个囡仔的帮助的即个计划安尼，吼后一页，会当知影讲，就是咱台湾的囡仔会写批互美国啊，还是就是欧洲遮个资助人，就是有讲着讲感谢伊伫迄个圣诞节的时阵，就是互伊礼物，爱怎就要把遮荣耀拢归互上帝，就是要感谢因有互因有即个帮助。伫台湾呢，我若有帮助45000个遮个囡仔伫台湾，差不多呢，就是7.5个囡仔呢，有一个遮经济需要囡仔是台湾世界灯梦会所帮助的。咱所投资就是咱投入的即个爱心的捐款1块银呢，会当产生13.4倍即个社会的即个影响力安尼，就是真正济，就是咱帮助1块会当，甲遮个囡仔会当产生的即个影响力已经是13.4倍安尼。好，后一页会当甲大家分享，就是伫咱屏东有一个叫美兰的督导，伊是社工的督导，伊伫88风灾的时阵呢，就是阮帮助的囡仔，伊有3个囡仔就安尼怎无去啊？迄阵伊嘛是真伤心，伊嘛是会摕遮个物资，就是行迄竹仔的迄个桥，怎去送遮个物资，互遮个囡仔甲因的家庭。伊嘛捌有甲阮分享，就是讲就是伊帮助的即个家庭的家长，就是要去迄落伫溪边，就是无想要活，但是伊就是安尼陪伴伊，互伊慢慢安尼行过，互伊拄着遮个希望安尼。
而且伊嘛有讲着，伊帮助一个小学5年的即个学生，因为伊伫学校有互遮霸凌的状况，伊怎毋爱去学校，伊怎慢慢陪伴伊，互伊有自信。即马呢，伊就是结婚伊嘛是真欢喜，过来找伊就是邀请伊去伊的婚礼安尼。就是真济，这美好的故事拢是伫遮来行，就是伊行过这35年伫世界灯模会诚做社工即个过程，而且呢，伊的学习的学生哦，就是以前即个社工的学习生，即马诚做咱灯模会副会长安尼，所以咱毋知影咱帮助的囡仔。无就是咱扶持的囡仔后来会安怎？但是因为有上帝互咱力量，一点一点、一滴一滴安尼来帮助，所以就有真好的即个听的即个循环伫遮来流动。好，阿姊仔，所以呢，即个红包团爱已经26年啊，所以咱就是伫遮有讲着，就是讲圣经的一句话，就是罗马书13章13节讲着，有信、有望、有爱，其中上大就是即个爱。即个爱呢，就是伫咱别人的身躯，看伫咱家己的即个责任；伫咱的身躯，就是看伫上帝即个恩典。上帝的恩典就是真正大伫咱的身躯内面，所以咱就是把即个疼，佮会当去分享，互遮需要经济需要的遮个囡仔。好，阿姊仔。遮有4个红包，就是看到周报内面有一个奉献袋嘛，有写着，就是有祝贺金的红包，佮有平安的红包。平安红包就是帮助这国内遮特别的遮个家庭，因的医疗无就是真正有需要即个状况。佮有即个健康的红包，就是互囡仔因有营养来食。佮有即个希望的红包，就是咱有遮家庭的杯蜡，像讲有迄个蜂蜜啊，无就是蔬菜香，无就是咱有。咖啡即个杯蜡即个计划，会当互因有一技之长安尼。好，后姊仔，会当知影讲足侪厝里啊，咱去社工去拜访的时阵，就看到因厝里搞迄落佮有运动饮料安尼尔，无就是拢白饭，无就是泡面安尼，所以营养就是无够，无就是因为风灾像讲无地动安尼，因厝里的迄落无厝顶就拢飞去安尼，就是厝里可能玻璃破去啊。冬天的时阵就会足冷安尼，足侪状况，就是会当希望来即个过年前来帮助，互因会第开学的时阵就有即个祝贺金会当来使用。好，阿姊仔，台湾世界灯模会是较特别，就是即马就开始有即个分级，就是甲咱的囡仔佮分因真正是足需要的，咱有特别佮互因，就是一年有1万块安尼会当来帮助阿姊仔。会当看到啊，这3年来啊，本来是1500人，就是咱有感觉因是足需要，就互因。但是到3年后呢，怎啊增加1倍，安尼变3000人。所以即马就是需要即个生活的需要的人，就是佫有增加1倍伫足需要囡仔的身躯安尼。好，阿姊仔，会当知影讲咱的囡仔就是有足济啊，因就是厝里可能就是无法度会当食到3顿，尤其是伫寒假还是暑假即个所在，因为可能是因呢爸母就是拢较无用出去，无互因物件，无就是因遮的物件是较无营养的。好，过来会当知影，就是讲咱遮的囡仔，因就是可能无爱去中学以上、高中以上，就是无爱去上课，就是真正是家庭伊可能并少，就是经济即个需要的这个人，就是伊较细汉还袂到18岁，但是伊搁爱去负担因厝里的即个经济的需要安尼。阿姊仔，会敢知影讲因较毋知影讲伊未来是要对去行，因为伊较无遮的资源去知影讲安怎去行伊的职业即个需要安尼。好，阿姊仔，咱看一个短短的影片。阿祖甲因阿嬷毋是真正亲生的，但是因诶迄个关系就是真正好安尼。伊3个月时阵啊，伊怎来甲伊开幼？我去把他带回来，那时候是让我心里很像是就已经有感情，很像是自己的小孩，有那个心掉了。
掉了一块肉这样子。这就是红包团爱，就是来帮咱遮，可能是隔代教养，无就是家庭真正需要遮的家庭甲囡仔。后来就是伫最后尾讲一个，就是讲 Bob Pierce 伊讲一句话，就是真感动我。伊就是讲，愿互上帝省喙的代志，嘛互我省喙。看到遮伫台湾的囡仔呢，伊安尼辛苦，希望大家会当来帮赞。我嘛是足感谢，就是伫油厂的幼稚园啊，因前就是前一阵子啊，因嘛有去预备迄个饼，安尼甲钱来帮赞，伫123节伫国外遮来帮赞，这拢是一点一点会疼心，安尼会成就真大真大的即个真好的帮赞，安尼好阿姊啊。所以希望大家会当来帮赞，红包团爱把即个爱传出去，感谢。接续咱来学乐，请妇女献歌队。感谢妇女献歌队用美好的歌声来学乐上帝。讲到伫啉者中拄着上帝，伫啉者中拄着上帝，咱请陈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吼，今日是世界展望会，咱会当以这个过年的时，用红包来传达上帝的疼。
望咱诚做一个听的天使共款透过咱所奉献的小小的金钱，诚做这个细囝真大的祝福。像头拄仔已经组长所能甲咱分享的咱会当互这囡仔产生足大效力。可能咱一点仔帮忙，但这囡仔将来会当带来社会真大的贡献。伫因人生上界需要欠过的时，咱会当诚做呢帮衬。感谢上帝。今日牧师用这个题目伫恁遮中间，会当甲上帝相拄。美国长老教会伫美国嘛已经足久，教会久了，有时就会愈来愈组织化，较无迄个活力，所以有人用安尼甲描写讲，那较像迄个冷冻的牛排。这冷冻的牛排就是冰冷的你若无甲退冰，你嘛甲煮熟，这牛排是真好，毋过会看袂食的，会看袂食的。这嘛是咧讲咱教会嘛是真正爱有迄种的热情，有迄种的疼心咱有牧者就要有使命，有神学就要会晓学上帝，有教会真正有实价所以今日咱透过使徒行传的教会，来学习咱的教会要成做什么款的教会我参加一个研习会，一个为美国来的讲员叫做马克杜蓬这个牧师伊讲教会的四面墙教会有四面墙，这四面墙头一面就是圣神，透过圣神，互教会成做祈祷敬拜的所在。佮第二个墙就是门徒训练，有真理话语的这个教师，真理话语的教师。第三个墙就是团契，咱有迄个合一三天的关系。第四面墙叫做宣教，就是有国度外展的时间。感谢上帝伊咧讲的四面墙，甲牧师咧讲的迄个一只车有四个轮意思同款。我讲咱教会就是要有敬拜祈祷的动力，咱要有门徒训练的根基，咱要有小组牧养的方式，咱要有国度宣教的意向。感谢上帝，咱的教会也是诚做四面墙的教会。这四面墙是分袂开的，减一面墙就袂使这个中间有一面墙叫做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教会的生活嘛是团契的生活。初代教会咱会当看到，因的信仰毋是抽象的是全人的这个存在。咱的信仰袂当干那灵性化，爱生活化人是灵魂体，那灵的把足，魂的充满，阁有体的勇健。所以虽然保罗讲上帝国不在伫恁遮，在伫义平安甲圣神的欢喜，但是事实上，兄弟姊妹，咱对出世开始，迄个食呢的红影开始，伊就爱食，到你搁甲偌济岁，咱教会上济岁好无？你讲即马迄个老长老讲99岁，99岁爱食无？哎呀，伊搁较食好食，所以伊身躯99岁搁诚勇健，就是会食。啉食就是人上界基本的需求，啉食嘛是人上界神圣的责任。一人若毋食就惨毋食就惨，所以啉食是足要紧。人需要啉食，除了是要互咱得到生命以外，上界要紧的嘛是要建立关系，要分享生活，甚至会当来领受上帝创造性的启示，阁会当达成有时咱彼此中间无法通达成的这个共识。透过啉食，
这代志讲会成。这是安怎欧洲的人吼，食一顿饭吼爱2点钟。咱感觉奇怪，食饭敢来遐食久吼，会享受食饭。伫亚洲、伫非洲的人拢真重视厝内人斗阵食饭。即马人搞无用，要斗阵食饭才足困难的。但是伫咱的传统中间吼，过年大家还是要倒来团圆食这个团圆饭会当做伙是真要紧。即卖人真正真无用。我做牧师因为过年大部分拢伫教会而且新春请假礼拜都毋捌去当去迄个食迄个团圆饭所以捌甲我的弟兄捌哇足久拢毋捌见过面啊，因大家做袂用。伊过年倒来，伊了倒去我倒来，伊已经无伫啊，所以连见着面都无。所以咱会当做伙啉食，这是一个真大的福气头一点，牧师先甲咱分享，伫规个中间这个希伯来人犹太人，因为这个啉食的文化看重啉食，这是差不多自古以来真普遍的文化。希伯来人的文化更加是安尼伫希伯来书13章第2节讲毋通袂记得用疼心接待人客，因为不如接待人客，不知不觉就接待着天使。所以接待人客会接待着天使这就是这个希伯来文化中间因所看重的所在。伫创世纪18章记载讲上帝甲亚伯拉罕显现迄个时阵是足热，亚伯拉罕伫迄个布边的门口看到3个人徛伫对面，伊即个看啥讲这毋是普通人，这毋是咱在地人，所以伊就走去甲伊迎接较奇怪是伊怎拍伫伊的面前，讲我的主我若伫你的面前得了恩典，你毋通离开你老婆进前去，你互我摕一仔水，甲你洗骹，互你休困一下，佮摕饼来互你食，互你有快乐佮毋安尼，伊佮入去伊的迄个布面内面吩咐因迄个撒拉就是伊的太太好你来赶紧去迄个摕迄个面来做饼佮甚至叫老婆去杀牛，好你才看这个亚伯拉罕对外口的人竟然安尼，其实伊知影讲这毋是普通人所以这几个人听到伊即款的热情，就欢喜答应留落来伊安尼热情来接待这个人客，就接待着天使，真正接待天使，接待着上帝。所以因问亚伯兰讲恁某撒拉伫倒位？伊讲伫布面内3个人中间有一个讲到明年我转来这的时候，恁某要生一个囝。这句话，迄实在去互撒拉听到撒拉听到这句话，心中咧暗笑讲how可能阮这个先生已经老几百岁我已经无经济哪有可能佫生啦伊伫遐咧暗笑伊是讲无人看，但是上帝使者拢知影伊咧创啥，所以伊知影即个撒拉咧暗笑所以伊就讲你的即个撒拉上帝使者当伊咧暗笑的时候，讲伊已经已经老啦，已经无可能这个使者问讲撒拉你是安怎咧暗笑？我已经老我敢会生？以后我敢有学食的书？这个使者就安尼甲应答：到明年这个时阵，我要回来遮，你要生一个囝。这个撒拉真正听这囝着，讲无啦，我无咧笑啦，无你实有咧笑，你明明都有咧笑但这个故事就真趣味事实上，
上帝应允亚伯拉罕的大事，就是要有应允的囝。竟然伫伊接待天使的即个临者的行动的中间吼，来发生，来启示出来，来予伊公明。兄弟姊妹，即个临者会拄着上帝。搁第二，我要讲伫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人设。伫头拄咱唱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第诗篇23篇第50讲，伫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人设，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互我福杯满溢，互我福杯，互我的杯满出来，互我的杯满出来。这个记述事实上，伫圣经咱也读到创世纪26章。以撒的故事，咱会读到。26章26节到33节吼，咧记载阿比比勒。当然，这就是当以撒来到伊的所在本来是发生一件代志这个阿比比勒家仔吼，无去抢夺伊的某这个故事咱另外莫讲。这个阿比比勒甲伊的朋友何撒，佮伊的军长回国。因为基列米来见以撒，因为上帝叫这个以撒来到基列米的所在，伊伫遐种作吼，就修成百倍，伊就诚做好个人。伊去乌子，这个非利士人就该放起，无就该占去，都不管，就是你袂使，伊就嫉妒伊。但是伊无要紧，伊也无甲伊争。结果上帝互伊开阔，上帝互伊丰盛。才会对敌来见这个以撒。以撒讲恁都足气我，恁都叫我走掉是安怎？恁来这是要创啥？恁来这是要创啥？伊讲无啦，我看了耶和华实在甲你相甲比地，所以阮就想讲，阮爱来甲你救抓，甲你入狱互你袂害阮，若无阮也去咧害着可能阮会有灾厄所以阮就要来好款待你要互你会当平平安安来离开，互你会当你是蒙耶和华祝福的。这句话就是讲，你就是耶和华的祝福的，你是得到耶和华祝福的。所以这个阿比比勒甲回国，因知影讲这个人咱袂厉害，这人是耶和华祝福的，耶和华甲伊送甲伫咧。听了这个话，当然以撒也放心，就甲因摆设宴舍，因着啉食，大家就伫遐来就抓入狱这个以撒就互因离开，平安离开这个以撒迄一天伊的老婆就来讲，因已经搁得到水泉，这个水泉。伊个号名叫做示巴，迄个城叫做别示巴。别示巴其实就是伫迄个南地的所在，足南边的所在，直到今仔日，真正上帝伫对敌的面前，该摆设宴舍。这个宴舍就是那个鸿门宴共款你看对敌伊就离开对敌袂过来该侵犯上帝的福气就降临真正上帝用油抹伊的头壳，互伊的杯满出来，伊就活水泉。兄弟姊妹，咱看伊这个以撒就是一个有上帝同在、有上帝高牧的人，所以伊敬畏上帝，互上帝引带，会当顺服上帝，所以伊就诚做耶和华的祝福者，伊会当赢过这个对敌，这个对敌袂当对伊有任何的攻击、陷害，反倒当爱救和，反倒当。爱互伊会当平平安安伊也得到上帝祝福。兄弟姊妹，咱看见这个以撒伫这个宴舍中间伫遐来拄着上帝。第三个伫规约中间有一个故事足趣味，就是这个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伫迄个基恩的中间，伫两者的中间，拢经历上帝奇妙的供应。伫列王上卷第17章第90到16节咧记载以利亚的这个故事，甲19章1节到8节。
伊去到迄个西顿的撒勒法，去遐要创啥？因为上帝讲哦，即马已经拢无落雨，大饥荒，无物件食。啊，你着去到即个西顿，西顿已经比较已经较离开以色列，离去到较北部的所在，啊，伫较地中海一带，遐看有物件食无？伊讲遐有一个官夫会甲你养饲，一个官夫，伊就去到撒勒法，真正拄到一个官夫捡茶，毋过即个所在因为拢无落雨，是即拄到饥荒哦，伊嘛已经拢无物件食，因迄个剩一点仔油，剩一点仔面粉，捡茶转来想讲做食的，啊，都等死啊！无法度就死就煞，无法度无物件食啊！但是去拄着即个以利亚吼，去吼，就讲吼，求你吼，会摕一点仔水来我啉。啊，伊去摕水的时阵，讲，你搁摕一寡饼来我食。哇，即个官夫想讲，即个人是什么青帮白帮啊？你是咸着路的，阮都已经即顿食准备要等死，结果你要啉水，搁想要食饼，要倒摕饼互你食。伊讲我只着永生的药花，甲你救抓，我实在无饼。我迄个红仔来只有一点仔面，迄个干仔来一点仔油，我捡2支茶吼，到阮囝吼做一点仔饼食，就准备要死啊！但是拄着以利亚就无共，以利亚讲你免惊，你会当照你所讲的去做啊，总是你爱大声做一个迄个细饼来互我。然后你才为着恁囝甲你来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上帝讲，迄个红内的面袂减少，斑内的油也袂无去，直到上帝要落雨伫地面上的日子。兄弟姊妹，这个妇人人果然照以利亚的话去行，真正大声求伊的国甲义，就这个面拢要互你。大声互上帝主权甲旨意会当得到满足。这个人啊，接待上帝的罗卜，接待先知就得到先知的赏，接待照上帝所指示的范围去做，伊就真正得到福气啊！迄个神迹就真正发生，直到迄个落雨降落伫地面上的日子，因拢无叫高着，拢无叫夭着，这是以利亚的一个神奇故事。伊的秘诀就是甲上帝的代志、上帝罗卜所吩的代志去伫头前，所以伊就得到这个福气。所以伫啉食的中间嘛去拄着上帝。啊，搁这个以利亚嘛拄着软弱。伊虽然赢过巴力的这个先知，毋过当这个亚西别咧对杀这个先知的时候，足侪人去互杀死，足侪人迷起来。啊，伊嘛是惊遐逃走，走啊足忝的，走啊离裤骹的，走去到这个路顶树骹，啊去无力人，伫遐就真怨叹，做上帝路卜即马说走路，所以当这个亚西别要困逼伊的时，要来杀害伊的时，伊就走，行到总的路去到旷野，到路顶树骹，伊就伫遐讲耶和华巴啦，你出我的性命，我袂当赢过我的主。伫遐足艰苦的，若巴肚枵其实心神足软弱。圣经讲伊就伫遐困去，困去的时就一个天使来甲伊拍讲，起来食。你看，遮有迄落水，还佫有即个烘的饼，即个火炭烘的饼。迄阵去互拍醒起来，蛮外枵，当然就啉水食物件了，伊就有气力啦。伊讲你要佫行路佫足远的，你着爱来食来啉，所以伊就靠着即个啉食，互伊会当行40米日，行40米日到伫上帝的山，好的山。这就是即个以利亚，伊伫迄个失败的时，伫迄个危险的时，
伫个危机的时，伊的心神毋是肉体软弱尔，心神嘛共款软弱。人的心神原来软弱，那一个心神软弱，肉体嘛软弱，肉体软弱，心神嘛软弱。我会记得阮两个囡仔，较早我伫延平的时候，住伫个5楼，因个足细汉，去读迄个延平国小吼，下晡时吼，读规工若转来吼，爬楼梯都有听到声音，甲会爬几步爬袂起来，就是行楼梯行到无力吼，伫遐排迄个骹棒足，迄个册包足重的哦，伫遐踮咧休啊，吼。其实是屎奶啦，吼，就是看有人去下当去迄个册包给摕起来无吼。人一定是爱啉食，人的肉体爱有规律，你的属灵的生命才有规律。相对着你属灵的规律，加添个是你肉体就有规律。我伫韩国参加足侪聚会，有一个牧师讲吼。体力就是灵力，体力就是灵力，所以因的遐个团队啦，遐个因教会讲，这专辑的同工哦，逐礼拜拜拢爱去走，吼，爱去踢骹球对啊。你无力，你讲你要祈祷嘛，得有规律，你无规律，你要祈祷，你有哪无法通祈祷？所以伊利亚因的啉食有规律，去到何烈山伫遐。去拄着上帝，听着微小的声音，互伊个定心得着规律，会当受切见。伫啉食的中间来拄着上帝，伫新约的中间嘛记载这啉食的故事咱若读着耶稣的，比如讲恁中间什么人有一个朋友半暝来恁遮讲，朋友啊，拜托个借3个饼啦，阮朋友来遮行到遮无啥物件通互伊。但迄人讲，莫吵啦，我已经咧困啦，囡仔已经就眠床关门明仔载才来啦。但是吼，伊哭花，第个落伊无法度嘛是爱摕互伊，因为是朋友。兄弟姊妹，人爱得着食饱，伊看到即个厝外人来因遮无食袂使，食饭皇帝大，食饭皇帝大就是讲哦，人无食活袂落，人真正枵嘛困袂去咧食饭的时袂使吵，因为讲这是特权爱先互你的生理得到满足，你才有气力去做代志。兄弟姊妹，咱看见咱的主耶稣是咱最好的朋友，咱若奉伊的名来伊恳求，我相信当代志一定会经历上帝奇妙供应。那甲像这个少一母了。为着这个孤儿无人食，甲上帝求碗拢比半边猪拢比半边，蛋拢比半边真正祈祷上帝到时到的时阵人送来这个物件，经历上帝。兄弟姊妹，咱爱伫啉食的中间经历上帝，上帝关心甲咱的日常，啉食就是咱的日常。咱的生存伊看作要紧，咱的生命伊看作要紧，咱的生活伊拢关心。到最后伫新约伫啉食的中间嘛咧表明对上帝呼召回应的决心。咱也看到迄个利未的故事，利未受调了，伊过去无朋友，但是伊至少有这个抽用的朋友，可能有亲人朋友。即马伊要来缀耶稣，所以伊就摆设一个宴席来请，要甲因过世。这个技术伫旧约，以利沙嘛同款，以利沙受呼召，以利亚迄粒衫甲破了，伊知影讲，伊呼召伊要来刷接伊做先知。较早伊是咧迄个做田，赶12队的牛，做足大的事，但是即马上帝互伊搁一个较大的产能。就是要正做列国的先知结果伊嘛是同款，迄个牛的即个牛担啦，啥物拢甲错的了香火太牛来请大家，表明伊要军队主的决心。兄弟姊妹，啉食的故事伫圣经真趣味，咱
今日读的圣经是使徒行传。这个使徒行传讲，因日日拢伫迄个殿内，伫遐擘饼，因用诚实欢喜的心来啉食，学了上帝，得到众百姓的欢喜，主就将得救人日日加添予伊。因会当伫迄个殿中三角敬拜，三角擘饼，因会当伫厝内面三角啉食，因会当彼此相听，因过着合一相听的生活，这就是团结的生活。咱的主耶稣爱咱伫啉食的中间来将上帝听分享出去。伫马太福音25章，咱知影耶稣讲的，譬如讲我烫地你我穿，我破病你来看我，我伫家里你来看我。迄人讲，是不是我看你要互你食，喙斗互你啉？是不是你做人家老你大？你烫地互你穿？什么是你破病？一日家里我来看你。主耶稣讲，我实实甲恁讲，这个代志恁做伫这个至微细一个做伫我。兄弟姊妹，上帝听咱，互咱会当将上帝听分享出去，去听人，彼此相听。咱有会当去祝福无的，咱大会当去祝福小的。兄弟姊妹，这就是初代教会会当伫啉食的中间来拄着上帝，来应跟上帝，佫会当来见证上帝的听，佫会当互足侪人来去经历上帝的听。所以有人讲伫初代教会，咱应该甲学七件代志。头一项就是伊遵守使徒的教示，就是有上帝的话、上帝的道。所以因也有经历这个新约技术，上帝的权能彰显，因有物件三角用，大家欢喜奉献、欢喜分享。大家会当照需要的三角来满足个人的需要，佮因会当伫殿中祈祷、拜饼、过敬拜生活，充满上帝听。有团结生活，所以得救人日日啊加添。伫新加坡有一个牧师讲，咱要哪邀请即个无道的朋友。伊讲哦，你得去甲看一届，去甲看，佮送伊礼物一届，你着佮甲服侍一届，佮甲服侍一届，后摆佮请伊吼，食大顿的食一届。伊讲安尼，迄个人一定会来。兄弟姊妹，咱要甲人建立关系，嘛是爱因领你的热情、你的付出，人伫啉食的中间会当做成真侪代志。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今日牧师讲伫啉食的中间来拄着上帝。啉食是神圣的代志。咱教会幸福小组、细胞小组邀请人来参加上帝国演写。伫啉食的中间，伊会拄着上帝。迄个物质欠缺的人会当得到饱满，身躯艰苦的人得到医治，生命需要恢复的人得到恢复，得到上帝救恩。兄弟姊妹，互咱会当欢喜来做上帝安尼做的代志，咱会当用上帝的听去甲人分享。教会毋是干那关伫厂仔内，教会嘛会当关心更较侪外口人。透过咱三听的关系，透过咱去听人，互人会当来拄着上帝。求上帝赐予咱，无论是咱今年的细胞小组、幸福小组，还是咱的新春的团圆，咱会当伫啉食的中间，伫欢喜的中间拄着上帝，来经历上帝丰盛的慈爱。三角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伫圣经来互阮会当看到真侪甲啉食有关的代志。啉食的中间接待着上帝，上帝甲阮做伙啉食，做伙坐道，互阮闻伫新春的团圆，求上帝甲阮做伙啉食，互阮伫幸福小组的时阵，会当甲阮做伙啉食。上帝求你帮助，互阮知影你是关心阮的生存，关心阮的生活，关心阮的生命的上帝。毋嘛关心阮肉体生命，也关心阮灵魂的活命。求你，互阮会当得到你丰盛的恩典，互阮也会当
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主啊，伫即个世界展望的主日，求你啊感动，互阮会当将你的疼分享出去，互这个细囝得到帮助，互因得到勇气，互因得到栽培，互因将来发挥更加大的影响力，诚侪祝福伫你的国度。感谢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续咱来吟回应诗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至大上帝愿你带我，稳过金世旷野地。我真软弱，你大宽容，用手牵我，无犯罪。天的美娘，天的美娘，求你日日养赐我，求你日日养赐我。咱起立来吟全首。即咱永远家己来祈祷，咱为着世界展望会因帮助足侪这需要人为因祈祷，互因所做拢会当顺遂带听甲祝福到伫这个细囝的身躯顶咱为因的事工来祈祷咱也为着咱中间软弱的肢体伫病厅中间的有。黄牧师长有车祸手也有弄着痛痛伫即个病院咱为祈祷，为着美珍也是车祸即摆已经出院，咱为着祈祷为着做伫治疗中间，还是伫癌症治疗中间所有这兄弟这年长的兄弟。受照顾，互因伫即个寒冷的天气拢有平安。咱三体祈祷，咱也为着教会要调几个好的顺利祈祷。那为着咱的国家，即个国家的总务省，望调业会当紧紧来进行免得到真侪需要的经费袂当进行，袂当动用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咱也为着即个事特别祈祷，咱也为着。伫世界，特别伫伊朗的所在，望互即个所在无过伫即款的抗议甲杀害中间，足侪人失了性命。咱也为着即个国家特别祈祷，求主怜悯。
兄弟，咱有什么款的祈祷，带到主的面前，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世界展望会主日，主啊，做这个展望会会当用基督的听做这个无人听、无人关心真弱势欠缺这个世囝，主啊，透过兄弟听心，会带祝福到伫因，入去祝福因的心，因所做事工。主啊，阮中间，主啊，有一个这软弱的肢体。愿意原是阮看过，牧师昨拄着这个桥带伊互伊透过治疗紧得到恢复。主啊这个美诊桥互伊紧得到永驻。主啊，有侪阮伫这个天气变化，有人感冒有人身躯欠安，主啊，求你来怜悯。特别伫癌症治疗中间的这兄弟，需要你特别的恩典。主啊，小千建存兄弟伫这个拜日，主啊，伊也要灌骨浆，互伊一切当顺遂，互伊得到勇气，会当继续来为着你跑走。主啊，阮的好话伫2月初8调过一切这筹备，拢会当顺遂。主啊，你怜悯阮的国家，看见阮的国家总算延迟真久，毋望条约会当和解，毋望为了百姓来度无福利。主啊，这个世界有真侪所在有扰乱，有战争，有真侪伤害死无。主啊，伫伊朗特别恳求你怜悯看顾，互这个国家也会当平静。足侪代志会毋好的方向来解决。主啊，将兄弟姊妹也拢仰望你。求你保守阮伫这个寒冷的天气有健康。主啊，伫要迎接旧历的过年，无闲的中间有你的看顾，有你的保守，守住阮平安。主耶稣，阮感谢你，阮学了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奉献，咱请技术来服侍。也即咱会当利用即个红包奉献到看咱会照咱心所感动领受，咱会当来帮衬世界展望会来做即个真有意义价值即个关心世界的工作。咱请启明来吟诵的诗。地上的册仓财库、地业资源，拢是你的。性命供应的一切，嘛是你对你来的。主，阮伫遮感谢俄勒你，你的赏赐，阮会当得到你的帮助祝福。主，阮当用信心的奉献，求你来感纳，求你来祝福阮，求你来祝福阮的教会。求你来祝福阮的社会，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的圣主名。阿门。祝福车肯，咱来请
请坐。起立吧。祝祷，咱请达牧师。带恁通平安去，愿恁会当真做耶和华的祝福者，互恁接待人客，就接待着天使，互恁为着迄个趣味的一个，听伫因的身躯顶的，听伫主耶稣的身躯顶，互恁会当经历耶和华，真做恁的牧者，互恁虽然伫对敌的面前，也甲恁摆设人设。佮用头抹恁，用油抹恁的头壳，互恁的福杯会当满出来。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感动，甲面正大家三甲彼得，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